保证这边王婆娘也没别种，你们没事这边对也得种的。这个你不说养到我们的长寿吧，等把下节做下不了更加啥。就是我们上节他们这节我这当今过来讲这过来有了家里王婆，那把那个嘛呗，下节都是这么没把了，我说我们可把准备咋咋样。要说是我这些老婆人这都说了，那个当年辈身边他们这些人都，那么的，那没把做别上这些恐怕都不来查，这一切都他们别学什么，你不来就我娘都，让把上出说的三节吧，我都这年三把来学。首先，请大家发起菩提心而来听闻。也就是发愿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而来听闻这一次的课程。看见了，那个就莫他们什么的告诉他要我干嘛把人家来干让呢？看见了，我总听听去，谢谢我说呢干让我嘞，在那心跟我呢，他当啊。罗总听听看搞，他也搞不得了，都对咱们这些个人。那么这一次的噶举祈愿法会上，由于法王噶玛巴的指示所以我会给予各位修行7要这样的一个课程，简略的做讲解。那他来了，我让做特别新的，去过兰州呢，特别新的去，伢说那个。他们这个人们给做的，常住说都审结吧的，可能是当我们进入了大乘的法门，那么我们说是修持大乘法的行者，我们最主要的修持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菩提心。他人们这样帮那心跟过呢，那。马上说，他不会纯纯概念，这种技术都把学告诉样，那上学说的什么技呢？这种技术都把学会下来。由于这个修持是我们最主要的核心，所以我们说从最开始。譬如说出家众来说，受沙弥戒或者进阶受比丘戒等等，它也都是要以发菩提心为基础。这种就是马云那样，等你先把婆婆修成个他们这，跟你个东把学会告诉样，成就成个心呢，等你东把学会要来。如果不是出家众，而是在家众，各位来说，当你们在受居士戒，也是要带着菩提心而持守这个戒的。我让说他忙去吧，上个给往学要来，往学告诉样，成就个是马戒把带呢也买来，往他们这成就个是戒呢学来。那么到了密乘来说，我们接受灌顶。也都一定要有菩提心为基础。他不是说上个给往前步，往西用是做别个往前步听的学告诉的那样，我就路去，成就什就是切不了这听的样有的，同时结果的，当然的，成就说的什么级别定了，我就路去，成就个什么级切不了这同时，他们往前步他们这来要的。那么，尤其到了这种所谓的大灌顶，也就是完整的具备了4灌的这样的大灌顶的时候，不仅要以菩提心为基础，同时在这样的大灌顶还强调会有特殊的殊胜的一种菩提心要升起，才能够领受这样的大灌顶。他们这个上节中间的小修别搞他。되게 제라 되네 야가라 두둑 첨부수 예배 갑테라라 다 상하다 티과심도 저대 릭다네 누자라 릭다면다 매반다면 야야와 릭다네 티과심도 릭진 도나 되니 점수도 심게죠 대매나 만나 상하야 상하게 릭진 도나 되니 되라 왕고 다 릭이 메다 릭이 메도나 되네 내가 왕 먹으네
出去就是那个有的。过去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或者在后期印度的大成就者们出世的这样的时代当中，当时传法很重视要看弟子的根器而给予教法，譬如说给予大乘或者说密乘的灌顶。大乘的法教，比如说观察弟子，如果他是适合的法器，就教导他升起菩提心；但如果不是，就不会跟他说菩提心法。同样，密乘也观察他是根器的弟子才给予灌顶，不然的话，暂时也不会给予他灌顶的。那经常就是个罗马他们这了，这日当天把人都，这日当天把人们都是，也话样，切线也嘛的，也话切话那样，是他个人有的，人家样也话是也话切个罗马样，天天在公布的呀，这人就打没办法带你过下来。日当没把英语中国的话，那么他这个要因为没跟他说我的，他都没办法带你过下来，人家没办法带你过下挺上。但是现在来说呢，也到底这个弟子是不是法器，其实也很难分辨出来。同样是能够做这样分辨的上师也是很少了。所以现在大部分来说，就是看弟子，只要他有这样的虔信心那么就给予。但过去来说，只有虔信心还不够，还要看他是不是根器的。就他经常马上说他就先把他们这了，先把那个没法加什么，没法加什么些大的，听话没把那样没，听话先把那样没，上个给下边觉得这边觉得什么觉得那么没。我拉那个那样，没好了样，没法加什么，没法加什么就听上先把要的，他听了带你去切下的，去他们就切下的。现在的行者、修行者的情况是兴趣非常的广泛就是什么法他都喜欢，大乘也喜欢，小乘也喜欢，密乘来讲从事部、行部，或者到瑜伽部、到无上瑜伽部的法他都喜欢，所以呢。可以说是这种兴趣是很广泛的。我这样没把这边也过来，没把家乡我来带你，可以，日当天吧，人住过来，日当天吧，就住过来。那这样子有这样的广泛的兴趣也是很好的，慢慢的他会找到适合自己根器的法，而深入修持。他这样我说，从小说的什么也把带你也嘛的。从小到什么节，早就天天空的背过来，空的背过来，嘛都这个是嘛边呢下呢带着嘛弄了的。所以一切的修持根本都是发起菩提心。那重点是升起菩提心之后，要让这个菩提心不断的升起。如果说升起了之后，接着就不管它的话，这样是不行的。从这个什么空的变完了，就南北更多，现在嘛多，让这什么各式各样的是可以。为了帮助这个菩提心能够不断的增长，也就是需要任何时候都保有一个利他的心，刹那也不可以有利己之心升起。这样，当然就基本上那么多就是个有啊，他改造新波堂，龙舟新波等等，从这什么也要的，他这个途径了。他的身边呢，偏脱北的给他全部，原来马上给他全部用小事。他的身边呢，偏马头把个让江巴的呢，偏脱也给他，等等没用过小事，这些我拿过来。我们说有叫做上士夫的十念这是指说，譬如说，如果为了利益众生，或者说对众生能够起到利益的话，那么我就发愿，我能够成名，就变得很有名声，那么或者说很有这些财富。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利益到众生的话，也发愿，我就不要有这样的财富，不要有这样的名声。等于
有那龙舟总之呢，啦，一切都是为了众现在生。偏特别龙舟天上小噻，所以什么龙舟什么那边搞呢？现在偏大，你把它说吧，是吧？现在偏马到边龙舟了说吧，没有小噻，今天我们拿过来。同时也要发愿说，要有钱，那这些钱都是要是能够利益众生的钱财。如果这些钱财，不是为了利益，这些财富不是能够利益众生的话，我也发愿不要有这样的财富。看的，现在偏托也特别有那，让鸟儿人点呢，鸟儿动物让了，鸟儿那么点呢，鸟儿动物养呢，现在偏托吧有那样，鸟儿动物养不小噻，这嘛。同时，如果对众生有利益的话，甚至会发愿说：“我投身到地狱去，甚至受的地狱之苦。”那看人家有那样，人家话读书，人家话那没被动啊，你这话，你都听见了，看见那没把样，个人是吧？甚至呢，偏多个去都那没个动啊，养过呢，这来都个人是吧？那没个，要话呢，偏动啊，养过人是吧？那也得都是结果嘞。甚至说。投身到地狱中最痛苦的地狱，可以说无间地狱当中。如果这么做能够利益到众生的话，那么一个菩萨或者说一个上士夫，他也会发愿，他也会这么发愿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金庄严论》当中，或者说《庄严经论》当中也有这样提到，一个菩萨他会欢喜这么去做的。他台上给看了些，我那说去中呢。就这边这我南京人通常托不了吧，通常像现在的偏托个制度通常托不了，这样现在嘛都人多了，通常托不了没事吧的，现在偏托不了，通常托不了，现在呢，现在偏别制度通常托不了的。不仅是如此，从修持上来说更是这样子的。我们说修行要得到结果，譬如说五道十地，的功德要升起。举例来说，一个大乘行者，他为什么要证悟？为什么要进入见道位？不是为了自己，他也是为了众生，所以他要能够悟道，要能够进入到见道位。现在是梦心等，总之来说吧样，现在现在偏大个制度我都在吧的，而且现在呢偏把到吧那让讲嘛娘当一个同志了，梦心等总之带呢，托不了这个嘛的，对呢，像就让讲不什么当然像就什么人搞了的。同样，各种的神通变幻，也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有所实现，完全不是为了做任何的炫耀。如果带着这种私心而做炫耀神通的话，这和菩提心根本是相违背的。大家用都特都给做不上去，那么他们就什么做不上去就恐怕呀，甚至他们就来偏别去都我都在吧，然后什么给这个怎么样嘛，对吧？那我了嘞。同样。就近的骗知的佛果，的正德也完全是为了利益他，而正德的，其中刹那也没有任何利己之心。高巴上都上街东上人了说，上街他们就讲，我们做不上街恐怕的，现在的骗到，然后上街又恐怕他们现在的骗到推特上那天上街吧的，嘛都他上街恐怕我让就不拖到其他上面，就康就中呢，那个要嘛的。事实上，千佛他之所以成佛，也就是他那么一念要利益众生的心，而能够导致他帮助他成佛。大班长忙把给做不上去，强把来别想了，忙把来强把我不做不上去，被追追叫的，太让了，我不做不上去，我就这个的，哎呀，太让上去恐怕脱呢，甚至偏把家乡我就不要的，提空了我就在那样，你在那突破的这样，甚至开始个挺好的。这没法人重要的，甚至开始一个团没法人重要的，甚至他们这这些甚至他们这常人搞的了，还是我们上几个要的，我呀现在印度他们这是够多的，就是我都在骂的。所以，一个佛，他也是这种积极为了利益众生，他希望能够，赶快的能够成就佛果。就像弥勒佛、未来佛好了，他。在未成佛之前，虽然也能够利益众生，但是没有办法利益很圆满的利益所有的众生，所以他有很强烈的心要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在成佛的当下，他就能够真正利益到无量的众生。这代表骆驼，他就像忙起来了，一句嘛的，他没对他
장네 된데 레요 제고래 장네 로도 승승도 전부 장네 된로 장 오종 쪽으로 와所以现在我们说，知道发菩提心很重要，但是呢，我们都需要学习它，真正次第去做，所以叫修心。대와 몸라 망보라 랑든 샤다 섬다는 데 콤바 베네 콤송하래 네 랑든 샤다 콤송하래 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啊，可以说完全的都是在利益自己，完全没有这种利他之心，所以由于完全是利己，也因此造作了无量的这种恶业。可以说多生多世来讲，就养成了这样子一种很深厚的只想到自己利益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反正让对下的，大家嘛，梦着，些话同志们说了，让对下的，什么当把这个，让对个人要嘛的，梦把定不完的，台湾都讲定不别让给台湾，这当然重视，也是些话那个什么担心。다 대화 빼면 집을 세고 싸움 뒤에 돈달라 대과사 돈도 대과사 양한테 그 동아를 좀 양 대화지 도에 돈달라 대과사 양한테 동아를 좀 동아를 내 누구요 아래 랑도 사바에 대 몸배 왕 몸배 뛰고 왕게 너람 노르도 탑 노르도네 답도 되잖아 虽然我们这么多生世以来都是这么想要得到利益自己，想要自己得到快乐，但最终我们会发现完全没有得到。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愚痴。那么我们总是想要得到自己的这种快乐，但用的方法却是各种的自私自利的各种的恶行。所以这样子的恶行最终导致的不会是快乐，它还是各种的恶果，也就是痛苦的结果。所以只能继续的这样恶性循环下去都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快乐。所以就像吉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里面也有这么提到。太上这个样这些话了，就说呢，东尔东的什么叫东尔地了，我不就就说那些，东尔有一个什么药的帮一个，哎呀，东尔了我是做不下个药的，东尔帮我因为什么东尔这里吃说下个药的。来边那咱没看了新闻，谁上头浪费东海要了吧？看了新闻上头浪费了吧？看了新闻上头浪费的东海，还在上头上面长青色、八卦色、伢色，上头下呀色，看了新闻上头浪费东海熊熊听，把谁个听到了伢娃了，一大的结果东海收下来，是不是？同样呢，不仅是想得到快乐，却因为恶行而得到的是苦果。同样，吉天菩萨继续说，很多人为了想要消除痛苦，结果反而造作更多的恶业，导致更多的痛苦。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想吃个好吃的东西吧，结果肚子饿，为了口腹之欲，结果杀了众生，食其肉。那么结果想要消除自己肚子饿的痛苦，却因此而造了更大的恶业，杀生的恶业，结果投身到地狱道去。然了，门头把它拆吧，那个卡当王堂，那把家娃了说吧，但没想到了点呢，然后呢，东海穷了，好的东海穷，东海那个说个什么，对了，学堂，那个来，差不多个那个来。或者我们想要消除别人欺负自己、伤害自己，或者说批评自己的这些痛苦，但我们用的方法却是用我们的烦恼去回应，比如说带着嗔心、嫉妒等等去回应，结果呢，反而是造作了更多的恶业，导致了更多的痛苦。梦被三八的怕帮一个通道了，梦被三八的怕帮
잠닝지 인도비야 예게 돈다라 로장 체버진게 담아 방에 좀 된데 야와 참발라 좀 야와 참반에 말라 만남라 주네 조제 반데 어디샤라 에세 조제 반데 어디샤에 표가와잖아 페네 나도 표가와잖아 담만데다고 앞에 거신 신부 고네 나와 하네 나저게 냠내세 거래 所以消除我们的这种愚痴之心，还有愚痴的行为而造成的各种的痛苦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升起菩提心，而升起菩提心最好的方式，也就是修心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教法。所以这样一个修心法门，由佛陀当年传给了弥勒菩萨，历代大师陆续传到了阿底峡尊者，接着阿底峡尊者他来到了我们雪域藏地，那么将这样珍贵的法教就传承了下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持续也都在修持的这样一个殊胜法教。다내라 담보 튜나 대배 가서 니 고배 가서 담보 문도 냠도 내고 말해 문도 대양 다 라빈 칠랍라 귤라 때네 되는데 담한테다고 냠도 렌도 받아 렌은 좀 톱도 받아 라빈 칠랍라 때네 그래 首先，修心最开始是前行法。那么，当我们进入前行法很重要，需要依靠的什么呢？就是上师的加持。有了上师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开始很好的修持，最终也能够透过修持，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上师的加持是很重要的。또 상제 주면 되게 담배 쉬송네 되게 또네 다저 모토비요래라 쉬송하다 얌도 상제 좀 되게 진압당 독직이 누바티 네 쉬고 다당 행직도 좋네 대고 가서 상고 유런 쪽네 얘는 네 다저 배 공방 개인이 못 되가라 또봐 두지 실랍고 누바 양살로 그래 我们说佛陀呢，在瓦尔纳西鹿野苑最开始为五比丘传法的时候，那当日这个五比丘听完法，也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我们说最主要的就是透过了佛陀的这个法音，它传递出，它还夹带着可以说是佛陀大悲的一种加持力。也因此，这五比丘听到了这样的教法，随着他们的闻思修持，在当下也得到了这样的阿罗汉的这样一个果位所以说这个法音当中具备了这样子佛陀大悲的加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最开始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观想，也就是你自己行者首先要端坐在一个坐垫上，接着你要观想在你的头顶上有一个莲花，莲花月垫之上端坐着是上师，他是面带着微笑，同时不失威严。那么他的慈悲大悲呢，是眷顾着所有的众生的。你要这样子做观想，还要祈请，然后向头顶上的上师做祈请。라마 대 상계 좀 된 데가 자와 참발라 소베 유베 라마 탐제 군유용어라 곰而头顶上端坐着的上师，他就是诸佛菩萨还有历代传承上师的总集。뭐네 알라마라 라마는 보제 다라 신기랍도솔 참 이제 전주구섬 개월 신기랍도솔 달렌장망보 소아답네 하다 그래 接着我们要至诚的发心祈请祈请什么呢？祈请上师能够加持我升起殊胜的菩提心，
要多次的这样念诵跟祈请。人家总说到不上呢，天天让给人家的공부 잘 하고 공부 잘 하고那么的天天说到不了的就那么从让给人공부 돼 나라兄呢，天天就到的星期六的休松上面，那么把钱呢，天天一起来就能做不了结果吧嘞。在这样子祈请之后，多次之后呢，我们要观想自己的心中，接着有一个光，可以说是一个光点光团，一个光点，然后我们就接着再观想头顶上的上师，慢慢的从头顶融入到我们的心中，和我们心中的这个光点或者光团呢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保持着这样一个光团，就代表着随时上师的加持都在自己的心绪之中。나한테는 우선 답사니 다 먼저라 단조를 다 밀리니 버가와다 가와다 치와합니다 봐 소바 원보리 那么这样子之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到就是前行四供前行当中的这样的正行的修持了。那么也就是要思维暇满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等这样的内容。다내야 치와합니다 봐 니마레레 도도고 세투즈를 도주고요래 레레 치와라 니주고요래 네 단조는 추생게 르든 피엔도 내장 예버가와래 가와래 맞아 하이자부 자신당 상발라 소발레장 수남체와 싸는 모두 얘기 말해 그 맞아 다 정뭐 드레지 싸는 다다 추생게 레데데 드레 삼당 그래 我们举例来说，思维到暇满人生，也就是能够修持佛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它非常的难得。事实上，经典中说，要投身为这样子修持佛法的暇满人生，那么是需要具备比投身到梵天或这个第10天还更大的功德福德才可能达成的。再来思维死亡无常，也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离死亡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先让他심신 삼지 그런 게 마시 만용와지 때니 예 말이 대신도 그런 게 보다 부모양 시 만용와 때니 예 말이 同样，我们要想说，一切的众生，没有一个没有做过我们的父母亲，做过我们的母亲啊。同样，我们的任何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未曾做过我们的孩子。태양 배나 안게 다 메탑지게 아바아마 시기요래 아바아마 신종 장장래 시내 대자와지 갈라송 로아릭투 갈라송 전전자고 누사라 전전자고 야사라 란자고 가바지 하고 말해 예 다에 대라나 파면 잡아요 말해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父母，而父母亲最终也都会往生。那么接着他们会投身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好一点的话是投身到天道，不好的话投身到恶道。总之就在这样的6道当中轮回哦。那么 我们都最后不知道谁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亲。어제인도 다랑 알아서게 남과를 주고 체당 자치우당 되는 몰라서 봤는데 파마 제모니 못되네 예 말에 정말 전체샤다네 所以这里意思是说，就像我们可能今生的父母那么往生之后投生到哪我们不知道。同样的，我们会说过去生当中的父母投生到哪，我们一样的，我们也可能不知道。
所以这样子往回去想，无量无量生中的父母往生之后，他也再次的投生为无量无量的这些六道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经验到的一切的六道的众生，这样来想，都有可能做过我们的父母亲哦，都是对我们曾经是对我们有恩德的父母过。这个啦，俺给婆婆们打本听什么这个的吧？人家不过天天本没不过如果南昌老师会告诉天天社长可以被要不下来进，这来呀啥拉着做送当，拉着推呢那个呀不讨厌些，就是什么当婆婆们那边听什么这个的，婆婆们的大概也旁边也会搞得新鲜要的，旁边去稍微接来新鲜要的，其实呢看不上块要嘛。养上他了，叫我让都上个，鸟完了说过了，叫我让哈狗嘛的，对东南对不叫我连东南没新个嘛的，下秋叫我连东南没新个嘛的，因为叫我们婆里婆哪样婆嘛的，这是这样的。同样，我们今生可能各位有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我们从小养育他。无微不至的给予呵护，给予衣食的照顾，慢慢长大了，给予各种的教育的这种帮助照顾，然后到甚至找工作你也都很焦虑。但是最终这个孩子他最终有一天也会往生，有时候比父母你还早走，有的时候比父母还晚走，不一定。但总而言之，他们往生之后也不知道会投生到哪里，善道或者到恶道，或者又可能再一次投生到人道，或者是甚至是投生成为一只小鸟等等，我们都不知道。好的，叫我跑给婆婆，叫的我跑给婆婆，叫我呀什么当就是把呢，什么当个人家长没把长个最推在没把要的，婆婆呀长个最推没把要嘛的，所以就是没他们家婆婆些忙用在那要嘛的，他们家我嘛让人听什么下来，谁用嘛的。所以就像我们今生的孩子往生之后不知道投生到哪，同样我们前世的孩子往生之后投生在哪儿也不知道，这样子以此类推再往回继续推，再更前世，同样的无量的身世往前推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有无量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孩子。好，这个我们那么听什么车吧了，大家真的小时候的。去了说吧，那叫我们听什么车用完了，我们听什么车用完了，他听什么车比军车要嘛，他们就这个那就什么当过来。所以，就像我们过去生对自己的孩子是那么的关爱，那么如果我们想知道说今生的所有这些生命、动物、鸟类也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曾经做过我们的孩子，那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对现在的这些动物或者说生命升起关爱之心哦，因为他们都曾经是我们的孩子过。那了，他们同他们长寿不是没了过，工作长寿不是接了过，你当晚的了，太他不送药的。那这部修心七要呢，它的口诀首先会告诉我们要修持圣意菩提心，再之后呢才是教授升起世俗菩提心。那咱们同他们长寿就是讲白了，然后你点的话了都人类呀上年的，我们学这个跑到了蒙出了吧当年。我们的畜生呢，那么多点是马天不要的，我们养不人呢，那么多点不要的，我们就在这个跑到了，畜生还没人吧，然后现在让把给多少钱呢？你就在这个跑到了什么点的？所以以上呢，刚刚讲解是修前行的部分哦。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圣意，先是圣意菩提心的修持。那么进入圣意菩提心的时候，首先一样，自己端坐在这个坐垫上。然后记得身体要坐直，保持各种身体的要点。接着是要数息21次，那么是自然的数呼吸。这样的作用是帮助你在之后的这个念头的思维都能够更加的稳固。不然如果心没有先静下来，等一下进入这些观修跟思维，就没有办法
想得很清楚哦。所以首先需要这样子透过数息21次，让自己静下来。首先，第一个是要思诸法如梦，就是要想说这一切的色相、声音等等都如梦如幻一般。为什么一切如梦如幻呢？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所以一切呢，都是缘起性空，如梦如幻。同样，另外一个思维是想说，这些任何万法，譬如说任何一个东西，举例来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房子、柱子，或者前面这一张纸，这些物体它都不是恒常的，它都是刹那在变换。我们会说这张纸它已经变旧了，它刹那都在变旧、变换，都是无常的。所以从这点来说，一切也如梦如幻一般。那我们会想万法，那首先是从外，就是外向上的这些法是不真实存在的。但接着我们会说，这个内心这样的一个法，也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实存在呢？也不是的。我们去观察自心，会发现它也是空。什么叫做是空呢？就是你找不到它从何而出生，然后你的心也没有办法保持驻留很久。那最终它消失了，那它是这个念或者这样的一个心念，它从哪里消失了？你会发现找不到。所以思诸法如梦之后，刚刚说到是观心性无生哦，心性也是空性的，是无生。那就像我们想说你观察用各种的对治法、观察法去看心是从哪而生，驻留在哪，最后幻灭到哪里，最后你会发现这一些观察、这些对治，它本身也是不真实存在的。所以第三句说对治亦自解，就是这个意思。我归心想，什么东西得心宁不了得心宁不就那么了说话就说呗，得心宁不什么内容？得了想，他想先哪想，想嘛先哪，没把那么这个过呢，要把人什么想。那么这样，接着我们的心要放在哪里呢？歇息在哪里？放在哪里呢？这里说道体住赖耶，就是我们的心性要安住在赖耶。那其实这里指的就是可以说如来藏。那么在宝性论当中就有谈到，我们的自心本质实相就是如来藏。所以如果学过懂得的人呢，那就懂得如何将心歇息安住在如来藏这样的赖耶。不知道的人可以就想，可以发愿这样子想，就安住在这里。
接下来课程讲解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做一段观修禅修。这里各位要请观想上师在你的头顶上端坐着，他坐在莲花月轮之上。然后接着想说上师融入，慢慢提醒之后融入到你心间的这样的光团。台上他们别去，对吧？当年吧，我们年轻人不是没这个，先听懂我，到我们去见台吧的修。